嘛是上新的消息，这是国防部伫昨暗发布新闻稿，表示伫昨暗的7:23，咱有发现中国伫四川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因有发射火箭载卫星飞过咱台湾的天顶，过程中咱的国军拢有保持警戒。 伫初九暗7:23，国防部侦测中共伫咧四川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长征运载火箭，路线经过台湾的天顶，不过高度是伫大气层以外。但国防部表示，国军拢保持高度警戒，并且有采取有用的作为。这是中共这份执行长征运载火箭搭载卫星的发射任务第二遍获南方侦测，也是国军今年第一遍高度警戒。这枚火箭的飞行路径经过台湾上空。 高度位于大气层外，国军在过程当中保持高度警戒，并且周密地掌握相关动态，采取预应作为，确保空防安全。另外，国防部也证实，共军航舰山东号自初八号开始，沿着海峡中线以西，由南边向北边航行，最高载机由继续向北边行。国防部强调，运用联合情感整手段，完全掌握海空域动态，派遣兵力监控应处。 另外，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自10月28到11月初5，追踪监控山东航舰打击群，伫西太平洋演练有570台座舰载飞机起降，所以以顺时针的路线经过巴士海峡，搁再经过海峡中线向北边驶。 对台湾而言，最大的威胁反而是它周边的那个护卫舰可能携带的那个长程巡弋飞弹、公路巡弋飞弹这些火力对台湾而言可能是更大的威胁存在。拜习会将会伫咧 Apex 进行，山东号这个时阵驶过大海，时机正敏感。不过学者认为政治意图的可能性较低。记者综合报道。